你見過樹蛙喺光滑嘅葉面或者玻璃上，輕輕鬆鬆咁黐實，完全唔會跌落嚟嗎？究竟呢種看似普通嘅小生物，腳底有啲咩秘密，可以做到咁違反地心吸力嘅動作，挑戰晒我哋對重力嘅認知？原來樹蛙嘅腳趾唔係單純靠吸盤，而係佈滿咗數以百萬計嘅微小六邊形細胞，好似顯微鏡下嘅蜂巢咁。呢啲細胞會分泌一種特殊嘅黏液，當佢哋腳掌接觸表面時，黏液會形成薄膜，加上微觀層面上嘅范德華力，兩者結合之下，令佢哋可以產生驚人嘅黏附力，就算表面濕滑，甚至係倒吊都冇有怕。呢種設計真係超乎想象。呢種超凡嘅黏附技術，唔單止係樹蛙喺大自然生存同捕捉獵物嘅關鍵，佢哋喺潮濕環境下嘅超強適應力，更加啟發咗好多科學家同工程師。佢哋正研究點樣應用到人類科技，例如開發新型嘅攀爬機械人、高效率嘅工業夾具，甚至係醫療用嘅生物黏合劑。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嘅小生命奧秘，竟然藏住改變未來世界嘅巨大潛力，真係令人驚嘆不已。